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的公车企业客运，一个姓施的司机，刚弄死掉东海大学的女学生。客运公司第一时间讲，司机已经服务15年，表现真好，无不良的记录。但是即摆有民众来压料，讲迄个驾驶老早伫个民国18年，就捌弄死一个载查囝出门的妈妈。当时互法院判刑8个月，假罪2年。女学生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，真气愤，讲对方拿暗砍跳事的记录，就真正不可原谅。即阵业者则过来解喙，讲因为接手这个客运者2年的时间，无详细来检查到驾驶的记录。不是车队人呢。甲东海女大学生弄死的企业客运姓施的司机，2天前高龄堂跪来个会死咧，验过伊即摆红压了，伊已经毋是第一摆弄死人。找法院的判决书，民国18年时，姓施的司机当时嘛是企业客运的驾驶。经过中山路580回头前，无护至双溪路口时，雄雄以时速60-70公里的速度超速赛车，去弄到一台母仔囝双载奥多摆，致使姓陈的老母过身，遭囝嘛重伤。这些司机奉依照业务过失致死，判8个月有期徒刑，假罪2档。听到伊原来毋是第一遍弄死人，东海女大学生的老母真着惊。唔敢相信这个人早就有不良的记录。如果他真的是隐匿肇事记录，我觉得他真的就不可原谅了。因为人可以犯错，可是你犯了错是要有进步空间，你怎么会再造成今天这么大的失误？女大学生的老母批评姓施的司机是捏啊眼皮都袂记得听，根本袂当原谅。那天司机来跟他道歉，我女儿都说他没有说实话。我女儿没有背，她没有说实话，司机还是在现场一直在圆谎。韩国的是车祸发生的当时，企业客运就访问到这个司机过去敢有违规的记录，当时因是安尼因的。他已经在公司服务大概10几年了，15年，那他都没有所谓的。都没有什么违规记录，是不错的驾驶。记者开出18年判决书，搁再来问企业客运，业者才讲，因为因2年多前才接管企业客运，第一时间确实查不清楚。查明之后，我们马上就在第2天的时候就询问驾驶，那不是非刻意，并非刻意隐瞒。业者强调，不是刁工隐瞒。一个姓施司机，等于是13天内就弄死2个人，一个是在造囝的老母，一个是大学3年的女学生，嘛害2个家庭破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